今天呢，传道说的这个爱之道，要综合我们刚才的这个见证。我们本来今天是一个见证啊，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些简短的分享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哈，我们没有时间今天看他的影片，我只能说他是15餐厅英国的主持奥利弗。你们有人看过他的电影是吗？在英国，在欧洲非常有名。他的电视呢，就是在介绍怎么样健康吃啊。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厨师。那他上电视就是推销健康的吃。当他变成很有名的时候，他拥有所有的资源，他发现他需要他的生命不是赚钱而已，不是只有推广这个健康食品而已，他觉健康的食物而已，他觉得他应该要让一些中辍生开出一条光明的大道。于是呢，他就在这个街上看到那个这个边缘的青年，这个高关怀的青年，他就跟他们约定说：你们想不想来学不学？想不想来学煮饭？啊，如果愿意，你来，我教你。然后教你完以后，我还开餐厅让你去。所以在英国，在欧洲哈，你只要上网查15，为什么叫15？因为都是青少年啊，他用这样子让他的生命，用他的专业啊，他使得人这个有一个热情，重新把人的那个热情燃烧起来，而且开发人的那个埋藏的那个能力与自信。好，所以一个人只要在他的生命中被爱够，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活，他是有一个归属的，知道他原来是属于上帝，或者他属于谁的，他不再漂泊的话，这个爱是可以启动人，是使人可以去找寻那生命的意义之后，便能够走在人生的康庄大道。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困难，不是，而是困难会重重，但是你呢这个得着这个挑战的成果也会很大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爱。这个今天的爱之道，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哈。那我们的爱怎么样才能持久？虽然刚才那个15餐厅，他是因为他自己愿意回应社会给他的这个机会支持，但是能长久吗？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企业，刚开始都轰轰烈烈，但是能长久吗？我看到很多人穿那个布鞋。好，那个叫什么 Tommy， 是不是？我买一双鞋，一双送给非洲，有吗？好，但可以长久吗？有一种爱才能长久，这种爱才能长久，是来自上帝的热情、热爱。这个因为上帝把那个对人、对那个爱的渴望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爱跟爱人。所以我们的小队伍可以去爱我们的小队员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当我们感觉被需要，当我们可以去爱的时候，我们呢，同时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能力，我们更可以感受到说我好起劲哦。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是已经2天都没有睡觉的，但是他能够怎样？他可以还是很起劲，他能够感觉那个满足哈。我想这就是我们跟神从神来那一种的对生命的热爱，使我们的心里是不会空虚的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的爱是从神来，我们这个热力，我们的这个热爱就会源源不断，而且不会停止，而且越来越加热哈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个阿嘎培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没有，我们不曾被好好的爱，我们就没有爱人的能力。所以人很多的需求哈，我们那种基本的需求，我们如果没有被满足哈，我们人类绝对是无法进入那个舍己的爱，也就是更高层界那个更高那个境界的那种舍己的爱哈。那我想我们这次阿嘎培，我们已经知道，我们人呢有亲情的爱，我们有朋友的爱，我们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激情的爱，更高的是刚才大家一直讲的，而且我们也付出的就是牺牲的爱、舍己的爱。可是我们必须要先让自己这个需求的爱先被满足，我们才能够再进入到那个舍己的爱。那这个真的是不容易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做到？我们只能求助神，而神也应许我们这种需求的爱，可以在困难中，我们可以来求助这位上帝。我们求助上帝以后，我们就有那个动力，我们真正能够启动我们生命有意义，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舍己牺牲的爱。那虽然受苦，我们仍然觉得是有意义的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
这个我们说这个上帝的爱，我们怎么样对上帝有认识？这个知我们怎么这样真知道呢？我们怎么样认知呢？真的只有靠信心。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超自然的上帝，我们怎么样知道他？怎么样认识他？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呢？我们只能靠信心，而且靠了信心之后，我们还要实际投入，我们要靠上去。不能只有说我靠信心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没有用。我要全心的躺上去，我才能够跟神更多的认识。就像刚才很多人见证一样，我原来以为我不行，但是我呢，我也知道，我也认知主啊，我只要相信你就好了。但是你如果没有靠上去，你就不知道原来后面有人扶你。你如果没有靠上去，你不知道原来你能飞耶。这是因为我在哪里遇见神，就是在看到很多的同工，看到很多的孩子，甚至我今天在楼下分享的时候，我在讲台上，看上去家长一片都是家长，你知道坐满呢。传道在那边讲，他们不认识的上帝，他们居然眼睛是炯炯有神，一直传达的讯息说：“你再讲多一点，我需要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”亲爱的大家，我们已经今天启动很多人内心的那个渴望，好不好？我们持续在每一次圣要有4次同学会，我们都透过这个同学，我要鼓励大家。去年我们的同学会，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已经受洗了。他爸爸是大学的教授，他是妈妈带着孩子第一次到我们当中，透过4次的同学会。他觉得他生命要与更高的那一位来连接，他才知道他为什么而活，他生命是什么。而且他不只相信，他还靠过去，靠上去，他发现就飞起来。他靠上去以后，他发现原来我的生命不止现在你而已，我们的生命不止现在的你，我们的生命要被上帝来开展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呢，当我们信靠上帝时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委身在哪里。我看到很多的同工的委身虽然他们现在都睡得东倒西歪，但是我仍然觉得感谢神他们愿意留下来。有些人已经走了，因为不是因为他们不爱神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委身不只是这样，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留下来的，神都看重你们。好，那道呢？这个道是什么？是来自神的真道我们这个道就是说，神对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，他不只是说你来信而已，来信而已你就敬拜我就好了，不是，他亲自扑在地上，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队服，孩子跌倒，他也是这样扑下去。孩子有什么需要，他马上这样走起来。孩子需要点心，刚刚莫娜讲，马上掏出来。虽然掏了以后就心好痛，我肚子好饿，但是仍然，这个主耶稣更是这样，他道成肉身，他知道我们的困难，他知道我们的不足，他成为那个道路，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走过去。你有没有走过去的？我知道你现在又走不过去，你担不起的，你害怕，我知道。就像1个礼拜前，营会里面很多组长害怕，神亲自扛起你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上帝的真道，你就靠过去，神自己道成肉身，他走上去，他而且永不停歇，而且像光一样照我们前面有一盏小小的光，而且这光永远都不会停止。耶稣是这一位有位格的道路，就是会跟我们互动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家，他说生活若只是为了达成远大的目标，这里有很多人有梦想，如果只是达成远大的目标，那就太肤浅了。山坡才是生养作物的场所，不是山顶东西在山坡上才得以生长。当然，如果没有山顶，也不会有山坡。山顶界定了山坡，意思是说过程很重要。而这个过程当中，主耶稣基督亲自陪我们走，亲自陪我们走天堂的路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跟神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死后有盼望，有永生的盼望。可是不是那时候我们才上天堂，不是。我喜欢这个神学家他说的话，他说通往天堂的沿路
都是天堂。因为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。”感谢神，今天虽然营会结束了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每一天、每一个过程、每一个困难、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是天堂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我都感受到神扶着我，都感受到神背着我起飞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感觉，你曾经有领受过吗？你不孤单。这个礼拜我深深的经验，这位上帝背着我，这个过程都是天堂，不是只有死后那一天才天堂，不是，这个过程我们每天都在天堂里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知道依靠这位神，你会知道我是谁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目前还在想，我到底是谁？我能知道什么？我应该怎么行？我有什么盼望？有，你持续往前，有这么多家人陪你，爱之道就会幸福到。感谢神，今天虽然我们用很短的时间，但是我相信你刚才那个所领受，在日后每一个过程都是天堂。我们一起来起立来祷告。